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我覺得幾有潛力嘅雙車房獨立屋，地點喺士嘉堡。呢間屋嘅屋主本身係 engineer， 屋內好多細節可以見到佢對屋保養好講究，所以即使佢由1998年已經開始住到而家，屋況都保持得幾好。例如地板保留咗原木實木地板，牆身櫥櫃等都保持得好好。呢間獨立屋係角落位 corner unit， 窗多採光好，感覺開揚，全圍欄後院，私隱度高，適合小朋友活動或者曬下太陽。間屋係即買即住嘅狀態，對於想快啲入去住或者唔想做大裝修嘅家庭會比較適合。如果係想做翻新，改變一啲格局，呢類屋又提供咗唔少發揮空間。除咗屋內，周邊生活圈都唔錯，行路到公園、學校、Pacific Mall、中西超市、餐廳都有。校網包括 Kennedy Public School 同 Dr. Norman Bethune Collegiate Institute， 深受家長歡迎。我最欣賞呢間屋嘅係角落屋嘅光線加屋內外嘅保養。其實理想家居冇標準答案，最緊要係啱自己，住得開心，住得舒服。如果係你，會比較在意屋嘅邊一樣嘢呢？留言話俾我知啊！